訂單有爭議，傾唔掂點算好？任務做晒，憑證交齊，但對方覺得未達要求唔收貨。例如接單幫人排隊，當日就失蹤咗唔見人，轉頭就話任務搞掂晒，發佈者一睇憑證得張模糊相，根本證明唔到，梗係唔收貨啦。一來一回，各執一詞，變咗死局。唔使勞氣，平台有陪審團機制幫你公平解決。只要發現有爭議解決唔到，任何一方都可以啟動陪審團裁決。啟動裁決方可以選擇遞交最終憑證同陳詞補充，亦都可以直接開啟陪審團裁決。另一方都會收到通知，可以選擇接受同埋補充自己嘅證據，亦都可以選擇放棄。雙方確認後，平台系統會隨機抽選5位平台用戶成為陪審員，爭議雙方身份均會隱藏，相關資料安全保密，保證公平公正。被選中嘅用戶會收到邀請，接受邀請後限時內要認真審閱爭議訂單，所有審核資料保密，唔可以截圖錄屏。陪審團成員會根據證據投票，以多數票一方為勝訴方。最緊要一點，為杜絕亂撳投票，投票同勝訴方一致嘅陪審員先會獲得貢獻值獎勵。裁決結果會決定報酬撥付定係退還，爭議就此解決。訂單有爭議，記得用平台陪審團機制，公平公正靠得住。